大家好，我係 Isabel， 係一位喺澳門、香港同澳洲註冊嘅牙科醫生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牙齒美容中常用嘅牙套同磁貼面。適逢國慶，當然要應一應節。我亦都會同大家講講有1000年歷史、聞名中外嘅景德鎮瓷器。冇錯，牙齒美容同瓷器其實大有關係。想知背後有咩巧妙聯繫？咁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。早喺3000幾年前嘅商代中期，中國已經出現原始瓷器。瓷器嘅英文正就係 China。從唐朝，即公元618至626年開始，景德鎮嘅工匠就已經開始用窯爐燒製瓷器。佢哋將磁石等材料放入窯爐，用超過1200度嘅高溫，磁石材料會產生蛻變，變成又堅硬又通透嘅瓷器。中國工匠追求嘅唔單止係瓷器嘅硬度，更係極致嘅透光同美感。呢種工藝其實同現代牙科追求嘅有生命感嘅微笑不謀而合。我哋修復牙齒同樣講求3大目標：強度、自然通透感同生物相容性，同頂級瓷器嘅製作理念完全一致。我相信我可能係首位牙醫指出，而家為大家製作又堅固又美觀嘅牙冠背後嘅基本原理，其實幾百年前就已經被中國最頂尖嘅瓷器工匠探索過、實踐過。中國其實就係通透陶瓷技術嘅原創者，更係材料純化、結構設計同光學控制3方面建立起完整嘅知識體系。可以話，如果冇中國瓷器1000年以嚟嘅智慧同經驗，現代牙科全瓷牙技術嘅發展可能行得慢好多，甚至會走向完全唔同嘅方向。璀璨嘅瓷器完全有資格被譽為中國嘅第5大發明。佢唔單止係一件藝術品，更係一項偉大嘅科學技術成就，創造咗牙科美容領域嘅產生，為現代人嘅微笑注入光彩同力量。阿 Bell， 有再好嘅牙科技術，都需要一位具備專業知識同經驗嘅牙科醫生。絕對係，一定要有個人化嘅精準方案。祝大家國慶節快樂啦！祝大家國慶節快樂！偉大的祖國為我們創造幸福的生活，我們一起歌唱祖國，祝福他生日快樂，我們一起快樂幸福來過美好的國慶節。